美國總統特朗普透露，佢原計劃星期二對伊朗發動攻擊，但應多位中東國家領袖嘅請求，目前決定暫緩行動，俾談判繼續推進。佢重申希望達成嘅協議必須確保伊朗唔能夠擁有核武。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一喺社交平台表示，唔會按原定計劃喺星期二對伊朗展開攻擊，並且話目前正進行嚴肅談判，但佢警告，如果未能夠達成協議，美方隨時可能對伊朗展開全面大規模攻擊。伊朗話目前重點係推動達成結束戰爭嘅協議，但未有透露任何涉及核問題嘅細節。The Iranians want to stretch this as far as they can go. The regime feels it's back against the wall here, and the longer this continues, as we've seen with these polls coming out that are, pretty terrifying if you're looking at this heading into a midterm election. CBS 新聞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大約76%受訪者對經濟感到憂慮。而自伊朗戰事爆發以嚟，越嚟越多美國人認為油價為個人財政帶嚟壓力。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喺肯塔基州一場初選活動，呼籲選民支持挑戰共和黨眾議員馬西嘅候選人。馬西喺伊朗戰事等多項議題上，經常同特朗普唱反調。President Trump does not need more people in Washington who are trying to make a point. 克格塞斯公開支持前海豹突擊隊員加爾雷恩參選，被批評違反國防官員保持政治中立嘅傳統。國防部話佢係以個人身份出席活動。